意思啊。顾总，来公司这么久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忙。那不是贺锦熙吗？他怎么成了清洁工？他和顾西城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哟，这不是贺锦熙吗？风着好好的上哪年日子不过，怎么来这当清洁工了？当清洁工是我的事儿，我高兴。还别说，就这身衣服，还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顾西城没瞎，就你这样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。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城的。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，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。贺锦熙，你说这次咱们俩谁会赢啊？不管顾西城让我干什么，这都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儿，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，我永远都比你强。慢慢让一下。该死的贺锦熙，怎么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这个贺锦熙，他怎么会在公司？难道是怕别人接近顾西城，所以特地来看着他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太讨厌了。干嘛呢你？对我有意见？陆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误会。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，我哪敢误会你呀？还有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可千万别叫我姐。以后啊，叫我陆助理就行了。嗯。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，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，一定让你走人。贺锦熙来公司上班，顾西城应该是知道的呀，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喂，贺锦熙。我看到暖宫琉璃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会尽量看好顾西城的。我知道了。新来的，又偷懒呢？没有啊。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有门路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活干完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刚擦完的。擦完的就这样啊？重新做。这周围啊，这都归你管。活干完了吗？用点心。我的妈呀！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再说他也没做错什么。哎，等回去再跟他道歉吧，
然后再给他换一个职位就是了。进。顾总，您今天中午有一个饭局，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饭店。帮我推掉吧。今天中午我想在公司的食堂吃饭。食堂？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一定的。你没事吧？南宫琉璃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我看你不小心跌倒，好心问你一下。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。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南宫助理那么好人，怎么会把你绊倒呢？就是啊，你自己跌倒还要赖人家南宫助理。南宫，算了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啊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干什么冤枉我？谁冤枉你了？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老夫人，您喝茶。你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。锦溪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凭少夫人的学识能力，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。您放心。就怕她不适应了。那不还有少爷吗？是啊，他们俩现在啊，感情这么稳定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一会儿，你让露露做2样锦溪爱吃的菜，她今天第一天上班肯定很累。是，那您进屋歇着。好，歇会儿。陈主管，南宫助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，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，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打扫的不干净，副总挺生气的，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。
如果再不干净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扣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。我这就是路过来提醒你一下。南宫助理，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，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南宫助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打扫，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。哎，是，我们一人负责1层楼，工作量可大了呢。那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那你让他去打扫啊？哦，新来了，我让他打扫大厅了，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。行，那我呀这就让他去打扫去。你看，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。南宫助理，你放100个心，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，我领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会收手续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继续忙啊。哎，南宫助理，您慢走啊。新来的，又在偷懒呢。哎，那个去把15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。主管，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？怎么？那推3阻4啊？啊？不是。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，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呀。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，就办不到了。我不是这个。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再说了，小希啊，我呀，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，也比别人呢升职的快，是吧？那个主管，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，就应该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准备培养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1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？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升职空间大什么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实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工作去吧。步伐带快，利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希，饭盒。吃的比我还好呢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真生我气了。顾总，有事儿？我就是想谢谢您，
那天在公司，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，没想到。谢谢顾总您赏识我，如果方便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光？杨工，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办事效率快，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。你不用特地的感谢我，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。那顾总，您是不可以赏这个光了。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外面？奶奶，回来了。锦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人呢？锦溪没回来。没有啊，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奇怪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没吵架。你这混小子，是你跟他吵架了吧？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们没吵架啊。我激什么动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让他当了一下清洁工，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什么？你让他当清洁工啊？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总裁的夫人，他不生气才怪呢。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当他面啊，你要跟他承认错误。行了，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去找他还不行吗？你快点去，快点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回来他，你也不要回来。哎呦，这孩子把我气死了！你说他让锦溪干什么清洁工啊？你看看，本来两个人好好的。哎呦，您先别着急，少爷一定会把少夫人找回来的啊！也不知道锦溪啊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你？学费像是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就说娶了你。爸爸，不要让爸爸。你谁？你谁？快小黑屋去！滚！孩子，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把钱拿来！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溪，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清洁工？哎。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呀？这么讨厌啊？没有保险啊？我是顾西城。是顾总啊！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
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熙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，你醒醒，锦熙，锦熙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，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锦熙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，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她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！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，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师请。慢走啊。锦熙。锦熙，你醒了。顾西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天哪！是你救了我吗？傻瓜，你没事就好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做清洁工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哎。我扶你起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其实今天的事情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，不小心把门给反锁了。我得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医生刚走，他说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到了惊吓。多休息几天，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不用休息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，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没关系，虽然呢工作辛苦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工作，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。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？我才不要呢！前一天还是清洁工，
第2天变成了总裁助理，别人不知道在背后说些什么东西呢。我可不准备变成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，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好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那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助理叫南宫琉璃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接近你？贺锦熙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？难道，莫非他吃醋了？喂，顾西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。行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赶紧休息。我的猫呢？在这儿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谢谢，谢谢。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熙得到教训啊，还这么有精神。哼！可是他现在还是个清洁工，这是不是说明顾西城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她，可谁想到这样。不过，我已经向她道歉了。我没听错吧，顾西城？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？啊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道个歉又怎么了？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现在我不让她来上班，她说她在家里无聊，非要过来。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她不同意呀。她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她有洁癖吗？当清洁工上瘾是吧？她说她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，还不让我暴露她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见了吗？没错，顾西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，他对那个女人唯命是从。大家给我挂了！何小姐，马上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了，不要紧张啊！来拆吧。这段时间你配合得很好，我相信效果会非常好。看看吧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，医生，谢谢你。这次你的状况没有出现什么异常，已经非常侥幸了。说实话，何小姐，你的皮肤状况并不适合整容，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以后就难以修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动刀了。行，你能记住就好。好了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呢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好好的保护你这张脸。另外，因为你跟常人不一样，如果你想要长途旅行的话，我劝你再等一段时间。因为你现在这个伤口啊，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内在呢还没有完全修复好，我怕高空压力会带来影响。我都记住了，医生，你放心吧。行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
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着急息，我会找他聊聊的。他都变成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呀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相信他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这才是我的生活，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快了，快了！现在全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讨厌苏妍希，就算你顾西城喜欢又怎么样？大家都讨厌他，慢慢的你也会讨厌他。到时候老太太站出来再替我说两句话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顾家，做堂堂正正的顾家少奶奶。哎呀，最近少夫人怎么总是对我们这么刻薄，还老骂我们呢？就是啊，以前不这样，最近怎么老这样？哎，还是她的小姐姐好。嘘，别说了，赶紧走，快点。真没想到，事情都摆在他面前了，西城还在为他说话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少爷应该比我们了解少夫人吧？那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就应该有他道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少夫人以前也不是这种人呐。是啊，那就说明他以前呢是装出来的。看看他现在抓住西城了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说这要变，她也变得太快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在观察他一段时间啊？看看景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出了什么问题了？哎，您就该冷静冷静，这件事啊没那么简单。哼，如果贺锦熙他的真实面目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管西城怎么喜欢他，我都会让他们俩离婚的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锦熙，咱们俩聊聊吧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跟我说一下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我可是听到很多人说你最近很不正常。真的没有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锦熙，咱俩是夫妻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。顾西城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以前都是我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你能接受最好，接受不了，离婚吧。贺锦熙，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没事说什么离婚啊？你就当我吃错药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随你怎么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费心去讨好你和老夫人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顾西城，你早晚是我的。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
陆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习惯了。这2天也不知道顾总是怎么了。虽然说他以前脾气也挺臭的，可这2天尤其的大，都已经无缘无故骂了我半天了。怪我，是我的企划案做得不够好。谁说的呀？哎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公司上下的事务全部都是你打理的。如果你再做的不好的话，那就没有好的了。我看啊，就是顾总挑刺儿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万一让他听见，你可有麻烦了。我回去再看看，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。啊，你也小心点儿，别招他。苏小姐，顾总爱吃什么？他爱吃米其林餐厅里面的牛排。贺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教你做这个菜。我花钱到这儿来不是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要学你最拿手的菜——融雪牛排。贺小姐，你想做菜做得好，一定要真正投入到每一道菜，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。大厨，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家里有佣人，这些可以交给佣人做，我只要学怎么做牛排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好多基础都不知道。大厨，我花钱请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，我要学牛排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牛排。怎么了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也不算是欺负吧，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好日子到头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要失业了吧？失业？你开玩笑吧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说以前坐我位置的那个女人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把位置让给她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以为他谁啊？哦，他回来就让你给他让位置？你老板没什么话讲。妍希，做人不能太软弱了。当初他离开又不是你的原因，啊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让你给他让位置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知道一句话，能者居上，我相信你不比他差。让你让位子。对了，你老板不会是和他有一腿吧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2人之间有合同啊。合同？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合同啊？哎，反正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。反正我要是失业的话，就找你蹭饭喽。你呀，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，我都会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新开的一家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。棒棒的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么么哒。大厨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贺小姐，你虽然来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很有悟性。这个牛排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我从小学东西就很快，小小的牛排怎么可能难倒我？虽然你的技巧已经有掌握，火候也把握得很好，
但是有一点你还是要注意，烹饪的真谛，不光是让人得到生理上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只有你真心的想给一个人做好的食物，任何一种食材，你都会让它变得美味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废话。我只要知道怎么让牛排变得美味就好。哥，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？这是忙什么呢？也没忙什么，就是觉得老这么玩也没意思了。这结婚跟不结婚就是不一样哈。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？看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？你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。你别看我没女朋友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们未必有我懂得多。不信你说来听听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变得太快了，这翻脸就跟翻书一样。女人那变是好事啊，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可是她不是变好啊，她是变坏啊。变坏？有多坏啊？她勾引男人了？那倒没有，她敢。那就没事儿，这只要不触碰这个底线，那都不算事儿。再说了，坏肯定有坏的原因，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坏，只要找到原因，那就解决了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可是他不肯跟我说，而且对我特别冷淡。那就说明啊，他没把你当成他的倾诉对象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所以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。如果你对他有足够的安全感，那他不就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是不是？王丽啊，进来一下。来了，跟我进去一下。这小子说的有道理。安全感。奶奶，哎，我怕你等得着急，特意给你准备了水果沙拉，你先尝一尝。苏小姐啊，真想不到，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奶奶，你都没有尝就夸我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我的拿手好菜马上就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来，坐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有人给我们烧好吃的。哦，贺锦熙又学新菜了。他呀，出去了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甭管他。那是谁呀？苏小姐呀，今天亲自下厨露两手，你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他呀，他做的饭能吃吗？苏小姐的手艺肯定会不错的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吃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好心好意的给咱们烧菜，你怎么着也得客气点啊！人家毕竟是客人。哼，客人，您还不知道他到我们家来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对咱们好就是有所图啊！奶奶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反正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看你是多想的。啊，西城回来了，正好我也准备好了。奶奶，这份是你的牛排，我怕你肠胃不好，所以做的7成熟。哎呀，好。妹夫，这份是你的，5成熟。哟，对我的口味挺了解嘛。怎么说话啊？那个我是听我表妹说的。奶奶，你快尝尝吧。哎，好，尝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味道真好，跟外面大厨做的没什么两样。奶奶，只要你喜欢最好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好。吃啊！多年，妹夫，你怎么不尝一尝？吃啊！
我只吃贺锦熙做的牛排。苏小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呀说话就是这么直，他不吃啊，我吃。哎呀，这牛排做的真好。果然是一醉解千愁。早知道喝酒的感觉这么好，我早就把你约出来喝酒了。切，就你这小酒量啊，喝一点就成这样了。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来，还不醉不归呢。有本事，咱们一会儿你跟我去酒吧。去就去。酒吧我还没去过，正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看看酒吧到底长什么样。OK， 来，扫完杯中酒，转场去酒吧。我大，你喝。你怎么可能会比我的大呢？对呀，你看，我也是嘛。我比你大，我1比你大，喝吧。来吧，我给你一个。给我来一杯长生不老的灵药。OK。什么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啊？要不我们也喝一杯？我觉得可以。服务员，这里2杯长生不老灵药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。妹夫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对了，锦溪这么晚了没回来，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啊。哎，但是他这么大人了，又不会弄丢的。哎，妹夫。你别出去了，说不定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她可是你的表妹，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不担心她吗？干杯！干杯！长得那么丑，还没素质。哎呀！真是的，什么人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妹妹，你们2个没有男的陪，寂不寂寞呀？
对。哎，干嘛？去哪儿？老大请你喝酒啊，喝一杯再走吧。我没有回去。哎，什么家呀？哥在哪，哪就是家。来，喝，来喝一杯再走嘛，这是家。妹妹，今天晚上所有的都是哥哥我来买单。来，陪哥哥喝一个嘛。来。干嘛？给你脸上是吧？快过来！也是。喂，贺锦熙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我们在先喝酒吧。什么？在酒吧？有一群流氓。过来！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来喝一个。哎呀，起来，哎，起来一点！哎，